啊，师傅你好。哎呦，我总算打通了。我猜那什么，师傅，明天是您的生日啊！祝您生日快乐！哦。哎呦，我明天要跟您放生去。哎，师傅，我现在问几个问题啊。我想呢，哎呀，自修经文啊，就是那个大悲咒啊，什么自修经文，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烧呢？自修经文在什么情况下感觉要生病了，感觉最近没有力了啊，气场不足，感觉最近你帮别人帮的太多了，就可以烧了。明白了吗？那么像礼佛大忏悔文这个自修经文烧下去，它能消孽障吗？这个厉害，厉害啊！礼佛大忏悔文最好不要随便烧，跟不上一定的小房子的话，那你会业障激活就麻烦了。明白吗？大悲咒可以啊。可以。好的好的。